新竹县对108年开始推动这国中小逐礼拜上无食2摆有机菜色，即摆搁再推出讲这有机米的计划，要甲在地农民生产的有机米提供到学校营养午餐，希望这学生囡仔食了较健康，也会当熟悉到这稻仔文化，而且会当减少使用农药，保护环境的重要。挂稻仔机伫咧稻仔田来来回回，准备收成辛苦种植的稻仔，看起来规个采收过程，甲一般稻仔田无啥物无同。不过上大的差别是，这区稻仔田种的是有机米，而没有针对某种作物或是病害跟虫害去做一个伤害跟施洒药剂，那让它的族群是共生的、共存的，然后让有机的稻米是很自然的去生产出来。采收完成的稻仔，连用卡车送来米家厂处理好势，就直接送入去新德县的校园做营养午餐的食材。用水洗清气，直接放入去电锅煮，香公公的白饭就煮好啊！学生排队摕碗内底，大家拢学了有机白饭，真好食。外面的饭都会比较黏腻，然后呢，比较不好挖开。这个饭就比较蓬松，就比较好挖开，比较好吃。就是没有加农药的，比较香。不管我们有机蔬菜、有机米，我们都推动在地的蔬菜跟稻米，然后进到我们小朋友的营养午餐里面，小朋友吃得安心，家长放心哈。那也可以让我们农民生产的蔬菜跟稻米可以很快的进到我们在地的餐桌，同时能够友善我们的环境。新德县农业处指出，新德县在地种有机米的面积大约50公顷，10公顷会当生产3000公斤。目前一礼拜提供学校2摆，一个学期提供学校使用有机米大约240吨。未来会继续推广有机米营养午餐，让学生食健康，营养高大汉。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